长春健康素食2021活炸年菜组合，今年有开运年菜以及竞做合菜2种组合。其中，在开运年菜当中，有一道号做满福植物肉的菜肴，所使用的植物肉拢是由台湾制作，不但健康安全有保障，而且加上罗志赛好手艺，更是大大的美味，受到不少美食家的推荐。就那个素食肉啊，吃起来那个口感哈，我觉得跟我们这个荤的那个肉哈，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。尤其它这个酱汁哈，搭配起来那个味道哈，更是特别，所以吃起来有点像荤的，可是吃健康，吃素食。它这个吃起来很清爽，就是没有像肉那样的油腻，而且有感觉到吃到纤维的感觉，感觉很健康。为了让喜欢吃素的人也方便，那家里面还有一些亲朋好友他是吃荤的嘛，所以我们也是做了现在最夯的植物肉。它植物肉就是说未来肉，它是植物性蛋白质，然后我们搭配我们的罗曼虾松，还有我们的面皮，我们做的口味是江浙菜的口味。还有另外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我们今年刚得到台南市伴手礼奖的 XO 酱，我们用 XO 酱来炒猴头菇。这个吃素的人每一年的年菜一定要有猴头菇，那我们用我们得奖的 XO 酱来拌炒猴头菇。另外，素食料理当中人气真高的猴头菇，长春素食嘛推出 XO 猴菇料理，要来让消费者吃好吃。猴头菇对于吃素人来说是它是很有丰富的矿物质与维生素，然后是对于素食者就是摄取营养来源之一，很重要的。然后它还搭配我们老师傅自制的 XO 酱。它是下去拌炒，所以它会有那种 XO 的香气。除了澎湃开运年菜，也有适合小家庭的竞做合菜。消费者在2月8号之前，只要到长春素食10间分店预订，还有优惠折扣。过年吃鲜大鱼大肉朋友，长春素食年菜组合也是一个健康的好选择。吃健康的好厝边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